今仔日要甲大家用鸡卵的鸭肉做鸡条，要传的物件有，就是鸡卵的鸭肉，佮有红色的色纸、青色也是黄色的色纸，拢会使进。即马咱就开始咯。我即马要做是用红色做的是伊的鸡仔的鸡架，佮有伊的喙。即马就甲伊加做亲像风管共款。鸡架加好了后，咱来加伊的喙。喙足细，所以爱慢慢仔来。咱甲伊拗一半，因为咱的喙是做立体。好，甲伊加做一个三角形。即马咱用美工刀，甲这抓鸭肉这圆圆的所在挂一顺。咱爱甲这鸡架插去顶面，插入去，安尼就亲像一只一只鸡仔。刷落来，咱用钩仔甲伊的喙连起。连起了后，真正就做成糊糊鸡啊！好，即马喙拢黏好啊了后，咱就来甲伊的目睭画起哩。目睭画好了后，就用青色的纸，加一寡草仔互伊。你嘛是会当用白色、黄色还是土色，亲像稻草共款。安尼，古锥的鸡条就完成啊！